刘希照，支棱起来，用得上你的大场面来了，千万不能搞砸。嘿，你这样子是在紧张吧？真搞笑！我代表学院做毕业演讲的时候，阵仗比这大多。加油！我看好你。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百忙之中来到千盛集团萌宠系列潮玩上市发布会的现场。首先是今天发布会的线下开幕仪式。刘副总，刘总没有出席，是要放我们鸽子吗？对啊，怎么能放我们鸽子呢？对啊，刘总怎么不来啊？我们都等了1个多小时了。今天发布会的流程包含线上启动仪式、萌宠潮玩亮相、设计理念阐述，最后才是总裁阐述与答疑。还知道调整发布会的流程，陪柳溪来争取时间，我看你能拖多久。你开的也太慢了，快点！我连人带车都被你征用了，衣服还被你扒了，怎么还那么多要求？再快点！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哎，看见没？这条路限速，不能开太快。哎，昨晚为了接你，都剐蹭了别人的车。李医生，你昨天都没怎么休息，要不还是我来开吧。田助理一向稳重，可以的。行。那个田助理啊，我不是说小乔这个女司机啊，是我这个车真的这个生手她是很难驾驭的。你为什么不坐副驾驶？我觉得后排比较安全。我天，你小心啊！田助理，左拐。好的，刘总。他出不出来了？我这还着急呢。刘副总，这发布会开了也有1个小时了吧？你们要是压根没有授权，就别浪费时间了。对呀，是啊。授权开了。自己负责能不对我们负责任？时间观念都没有。哎，我们千盛集团本来在今天给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盛大的福利，看来各位对这个惊喜是不感兴趣了。什么惊喜啊？该不会又是拖延时间的手段吧？啊，我们不急啊，福利是什么？对啊，福利是什么呀？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具有冰雪女王之称的著名画家文献闪亮登场。大家好，非常幸运能够来到千盛集团萌宠系列发布会现场。今天呢，我特意拿出一幅我的画作，当做礼物送给现场一位最幸运的朋友。众所周知，我喜欢画山川、冰雪等静物，因为沧海桑田，只有这些才是最恒久的。这幅画是我首次尝试画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你和文小姐什么时候准备回来？在你跟我说我哥失联后，来表达我对情感的认知。看来是早有准备啊。让我们再次恭喜刚才这位朋友。刘副总，现在刘总该出来解释一下下封授权的问题了吧？对呀，
发布会已经开2个小时了，刘总怎么还不出现啊？该不会压根没有授权吧？就是啊，都等多长时间了呀？大家是在等我吗？从没觉得这欠揍的声音如此动听。我就知道西来哥肯定不会让我说。刘总，你怎么证明这份授权书是真的呢？那你又怎么证明它是假的呢？还是说，你只能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萌宠系列存在版权问题，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你避重就轻回答问题，就是心虚。这位记者，你看着有些眼熟啊。哼，新阳报的刘记者，你之前空口见钞，新阳报赔付巨额赔款，你这次又想掀起什么浪，送自己上热搜啊？你这是强行转移话题，这和刚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就是再次怕你重蹈覆辙，好心提醒你一下。刘总，千盛集团这2年突飞猛进，你作为年轻的管理者，是因为运气呢，还是实力呢？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但是千盛集团能够走到今天，最主要靠的就是对原创设计的尊重。我们开除了有抄袭前科的 Kevin， 也几经波折拿到了夏风的授权。不管过程是怎样的，但是萌宠系列的上市彰显了我们对待原创的决心，并且我们系列中萌宠猫的部分收益将会以夏风的名义创办大福公益基金，这也是我们千盛集团回馈社会的一步重要举措。拽王搞起事业来还真是霸气。西来，这次发布会啊，多亏西来及时拿到了授权书，我们才能够平息风波，完美收官。其实这一次也多亏了羡羡还有赵赵，有他们事先替我把控局面，才能化险为夷。对对对，羡羡也帮了很大忙。来，喝茶。谢谢叔叔，能帮到西来哥和赵赵，我也是很开心的。赵赵，倒是你的表现很让人刮目相看呀。那我呢？你呀，最多能算是将功补过。你平时还是要多跟你哥学习。就他最优秀，别人都是草包。我出去透透气，你慢慢喝。来，喝茶。这次多亏了刘总的朋友及时赶到，我们才赶上了发布会。这个李医生还真是又讲义气又明事理。哎，还真是同人不同命啊！我跟你说，我昨天遇到个雨后超速的家伙，刮了我借来的车，还一走了之。我真的是既没有公德心，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你没事吧？走，你陪我去取行李，然后我请你吃大餐，咱们边吃边吐槽。这边。哎，李医生。怎么是你？你们认识？他就是昨天刮我车的那个无理男。好巧啊，他就是昨天帮我们的李医生。就是他。我昨天真的是赶时间，而且我给过你名片了，我没有逃避责任的意思啊。你刮蹭了别人的车，发完名片扭头就走，把
道总裁去看多了吧？偏，你不说请我吃饭吗？走了。Rose，我今天有时间，你要修车，我陪你。不必，我可不想跟你这种人再有交集。再见。走，别理他，别理他。他怎么这么讨厌我？就因为我刮了他的车，没及时处理。叔，您对赵赵是不是太过严厉了？玉不雕不成器啊！算了，不说了。西来啊，我又替你相中了一位姑娘，很快就会回国。这次，你必须见。要不然我们还是聊回赵赵吧。她还小，倒是你的终身大事定下来，我才能够有闲心颐养天年。你就不……我可能有喜欢的人了。叔，等我确定下来，我就告诉你。我公司还有事情没有处理，我先走了啊，拜拜。哎，找到你了，不高兴？我是不是很厉害啊？从小到大总能第一时间找到你。无聊。你干嘛呀？哄你开心啊！自从我哥来到我家，我爸眼里就只有他。本以为这次会不一样的，是不是在你们眼中，我真这么一无是处啊？柳夕照，你居然对自己有这么清晰的认知啊！哎呀，我逗你啊，你别生气。其实，在我眼里，你跟西来哥也就差了那么一丢丢而已。没头脑，你这是哄人，还是插刀？哎，我在很认真的夸你，好不好？那其他人跟西来哥比起来，那差银河系那么多呢。这么一对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优秀？你这哪个星球的逻辑啊？当然是本公主的逻辑啊！你看你自己啊，英俊潇洒，海外名校，运动全能，有才有颜，妥妥的钻石单身男一枚。依我看，你已经到金字塔顶端10%的人了。你真这么觉得？那当然了，不然的话怎么能入得了我的法眼？那我可是很挑剔的。唐特助，我本来只是想应付一下叔叔，但是在提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了一个人。这代表你喜欢他？唐特助，我好像喜欢上田助理了。刘总，这是我能知道的机密吗？看路哦，当然，因为有些事情，我需要你发挥自身优势，替我出谋划策。自身优势？没错，我天生光芒四射，无法掩盖，但是田助理偏偏喜欢低调。所以，我需要你以普通人的角度，给我一些真情实感的意见。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没问题，我会根据您的诉求，用大数据分析出最佳方案。切记，一定要润物细无声。
低调中透露着温暖，温暖中又不失尊贵。今天过节吗？一大早刘总怎么送了这么多好吃的？早上好啊！没有吃过，这么丰盛。什么鬼？刘总这是要出道吗？这是刘总的写真吗？为什么在我工位上？这个是员工福利。员工福利，那为什么这待遇好像不太一样？各位，鉴于大家在《山海经》系列里面的表现，刘总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些奖励，让大家感受到公司的温暖以及刘总的爱。继续忙吧。为什么我们只有吃的，没有人形立牌和那个台历呀？哎，我们福宝哪能感受到刘总360度3D 立体环绕式的无处不在的温暖和爱呀？一大早就这么闲吗？还有时间八卦？这几天《山海经》系列上市，我们配合推广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大家很喜欢加班吗？山海方式 Top One， 独家宠爱法，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让他从微小的细节中意识到你对他最特别。田助理现在肯定沐浴在我的宠爱中。真是立竿见影啊！田助理，早上好啊！惊喜收到了吗？刘总，你这不是惊喜，这是惊吓呀！你这样很容易产生误会，我很尴尬的。误会？没有误会啊。以后只要是田助理想要的，我都可以安排。说好要低调行事。刘总，我谢谢你的好意。我想要上班的时间好好工作，我想要清静。这个也可以哦。你们也觉得刘总对甜甜不太一样是吧？所以我怀疑上一次出差其实是公费谈恋爱。请把怀疑俩字去掉。看来我要跟老板保持下距离，要不每天上班吃的都是自己的苦。都不太一样。何止是眼神？大家过来一下。这周我们部门要配合营销部推广《山海经》系列潮玩，主要内容是在推广活动现场讲解《山海经》系列潮玩的卖点，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参与。好的，总监。我参与设计的作品总算要面世了。这个点儿应该到午饭时间了吧？田助理，现在是午饭时间，我想要你作陪，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公司食堂的用餐体验。刘总，我不在公司。你不在公司？你刚才不是还在公司呢吗？我在萌宠系列推广活动的现场呢。哎，来顾客了，我先挂了啊。刘总，萌宠系列的新品上市计划已经开始执行，您已经加班很多天了，太疲劳了，要不休息一下吧？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休息吧。今天下午这么突然？唐特助，难道你对我的关心只是礼貌的客套吗？哦不，
我只是一时没能接受您有这么快的转变。是什么让一个工作狂放下了他钟爱的事业呢？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爱，原来是因为爱情。刘总，您这是准备执行第2步方案了吗？这只玩偶怎么看起来虎背熊腰的？哪儿找的兼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我可爱的小甜甜呢？谁呀？谁干的？刘总，你不是我干的。不是，我是说你怎么来了？田助理，你这身玩偶服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刘总，这是男款，比我大整整1号。你是在说我虎背熊腰吗？当然不是，我是在夸你可爱。田助理，你要去哪儿？去吃饭。吃饭？好啊，正好我也饿了，要不然我们一起。示爱方式 Top 2，亲密接触法，靠语言酝酿去制造暧昧，远比不上一次肢体的亲密接触。它能让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和近距离感受彼此的冲击。刘总，你怎么不吃啊？田助理，不用管我，你多吃一些。哦，好。按唐特助所说，我需要找机会，营造出不经意间的亲密接触。就是现在。刘总，你是想吃这个吧？我再给你要副手套。不是，我最近体脂过高，控食。他绝对是在内涵我。唉，干饭人打工太难了。刘总，快乐肥宅水，高糖高热量，不适合严格控制体质的你。啊，我不渴，你喝。这个肢体接触很难卡点呀。刘总，你盯着我的手看了半天，是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最近在学看手相。刘总，封建迷信不可信，你要相信科学。我表达的如此明显，田助理都没所回应，这不科学呀。唐特助，你说为什么田助理喜欢我，却不回应我呢？刘总，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通过这2次的示爱结果表明，田助理应该并不喜欢你。这不可能，唐特助，凡事啊，不能只看表面。你仔细想想，中国红晚宴那次，田助理寸步不离地挽着我，在关键时刻像天使降临一般救我于水火。难道还不能证明他喜欢我吗？那不是作为聘用女伴的职责所在吗？那最近这一次，田助理跋山涉水不畏艰苦，
陪我去山水村解决危机，还不能证明吗？那不是因为您抛弃我，点名要他去的吗 ？No， 要么是你观察力太弱，要么是你前2次给的方案都太弱。你觉得是哪一种？刘总，田助理一定是喜欢您的，他不回应您，一定是在欲擒故纵。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得使一点雷霆手段了。18岁最好的成人礼送给最损的你。感谢赵赵陪我在国外过第1个春节。原来这么多年，能让我瞬间开心的只有你，你才一直是那个最特别的人。